今日睇香港 IPO 市場近2年變化，重點唔係全面牛市，而係由 A 加 H、18C 同18A 以及硬科技題材帶動嘅結構性熱潮。數字上，2024年香港 IPO 開始復甦，到2025年集資額大約2721億港元，香港重奪全球 IPO 集資第一。2026年第一季亦係5年來最強首季。第一條主線係 A 加 H 上市重新升溫，A 股公司赴港上市，通常業務較成熟，財務資料較容易查，機構資金亦比較容易估值。第二個推動係科技新股形成賺錢效應，部分 AI、半導體同機械人相關新股上市初期升幅明顯，令散戶打新情緒重新活躍。2026年唔係所有新股都強，真正跑出嘅多數係 AI、芯片、硅光、機械人、智能硬件、生物科技同醫療器械。制度上，FINI 將新股定價至上市交易時間，由 T+5 縮短到 T+2，資金凍結時間變短，孖展成本下降，散戶更容易短線輪動打新。2025年公開發售同回撥機制改革之後，散戶唔可以再只睇超購倍數、公開比例、回撥安排、孖展成本同中簽率，全部都要一齊計。18C 制度同 Tech 通道令更多特專科技公司願意來香港上市，但保密遞表亦令散戶早期可見資訊減少，機構資訊優勢相對上升。投資者行為亦變咗，散戶更重視暗盤、超購同熱門題材，機構就偏好 A 加 H、大型科技同盈利能見度較高企業。一句話總結，短線打新可以留意 AI 算力、半導體、機械人、醫療器械同強基石項目，但中線配置仍然要回到收入、盈利、行業地位同商業化路徑。首日大升唔等於長線價值，追高要特別小心。